喂，成日見你去美容院做 facial 啦，但係皮膚唔係話真係靚咗好多啫喎。咁不如我介紹呢一個產品俾你啦，佢叫做敏如倫，可以令你皮膚咧好靚好彈滑嘅，同埋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功效嘅，好勁㗎呢個，慢慢解釋俾你聽啊。根據營養學家嘅研究，敏如倫含有高濃度嘅膠原蛋白，對我哋嘅皮膚啦、關節同整體健康都係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保持皮膚有彈性，膠原蛋白絕對係關鍵。而且啦，魚鱗咧仲含有卵磷脂，呢個係一種能夠幫助增強大腦記憶力嘅營養素。對於學生、上班一族甚至長輩嚟講，都係一個天然嘅腦力補充劑嚟㗎。聽完個功效係咪好心動，好想買呢？我哋今日做緊優惠㗎，咁大包只需要188蚊，500克裝，已經夠煲好多次㗎啦。仲要依家做緊優惠喎，頭30名購買嘅靚靚啦，就可以買2包，即刻再送多一磅雙 L 嘅希臘無花果俾你，攞埋一齊去煲都可以嘅。